大家平安。今天9月17日，我们来到主的面前，我们一起来敬拜，一起来领受，也让上帝的话语，不论在哪一天，都能够帮助我们。虽然我们或许在放假，或许有人还在工作，或许有人在当中在预备着接下来要做的许多事情，然而在每一天当中，都让我们回到上帝的面前来，先跟随上帝，先聚焦在上帝的面前来仰望上帝，而接下来每件事情我们也交托在上帝手中，让上帝来帮助我们。无论我们的境遇如何，我们都回到主的面前，感谢上帝的恩典，也交在上帝的手中，愿上帝持续的与我们同在。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唱一首圣诗，我们用这首圣诗带领我们回到上帝的面前。境遇好坏，跟无何拜，笨法无定。我们一起用这首圣诗，这首诗歌来敬拜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我们一起来唱，用这首华语的版本，我们也来唱一次这首诗歌。论招合适，不要惊怕。
时时看顾，处处看顾，他必要看顾你，天父必看顾你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的恩典，你时时看顾我们，你处处看顾我们。在我们遭遇任何试炼的时候，你都与我们同在，让我们能够靠在你的胸前，领受你的在你胸前的拥抱与安息，让我们能够在你怀中领受你的恩典。主，在当中我们要将自己摆上，愿主你恩典就在我们当中来帮助我们所需的，你必供应，必看顾。当我们劳苦危险临到的时候，你也与我们同在。那我们在面对各种患难的时候，你都帮助我们。主，我们来到你面前，愿你带领我们，让我们在当中去领受你的安息。主，我们要将今天的聚会恭敬的仰望交托在主你手中，恳求你继续的赐福在我们当中，继续的将你的话语放在我们生命里面。献上我们祷告，都奉靠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今天9月17日，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，在尼希米记第9章第9节到第18节。尼希米记第9章第9节到第18节，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。你看见我们祖先在埃及受苦，你听见他们在红海呼救，你行神迹奇事，敌对埃及王，敌对他的官员和他国中的人民，因你知道他们压迫你的子民，你由此得了至今能在的名声。你为你的子民把海分开，领他们在干地上走过去。你把追赶他们的人抛进深水里，好像把石头沉入怒海中。白天你用云柱引领他们，黑夜你用火柱照亮他们的路。你从天上下降西奈山，对你的子民说话。你给他们正直的典章法律，可靠的教训和诫命。你要他们守你的安息日为圣日。你借着你的仆人摩西颁布法律诫命。他们饥饿，你从天上降下食物；他们口渴，你从磐石涌出水来。你许诺赐给他们的土地，你吩咐他们进去占领。但是我们的祖先越来越骄傲，越来越顽固，不肯遵守你的诫命。他们不愿顺从，忘记你所做的一切。他们遗忘你所行的神迹。他们存心悖逆，选了一个领袖，要他带他们重回埃及做奴隶。但你是宽恕的上帝，你富有恩典怜悯，不轻易发怒，有丰盛的慈爱。你没有丢弃他们。他们铸造一个牛形的偶像，说这就是领他们出埃及的神。他们大大亵渎了你。我们今天经文在尼希米记第9章第9节到第18节。让我们再用点时间来读今天的经文，来领受今天的经文。
在今天经文当中，我相信对我们来讲算是熟悉的经文。在今天经文当中，他们回顾了过去上帝的恩典与带领。在这里面，他们回到上帝面前来宣告，来到上帝面前来祷告。在当中也看见了上帝怎么带领他们。在我们生命里面，我们也常常需要回到上帝面前来，再去思想上帝怎么带领，再去思想过去上帝的恩典。所以在当中我们看到，当我们在回顾我们生命的历史，或者是我们家庭、我们家族的历史的时候，我相信应该会看到许多上帝的带领、上帝的恩典。所以在这边讲到说，你看见我们祖先在埃及受苦，你听见他们在红海呼救。所以在当中我们看到今天的经文里面讲到很多的你讲到上帝，上帝不断的带领，上帝不断的恩典临到，上帝看见了，上帝听见了。所以上帝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，离开了他们受苦的地方，离开了他们被虐待的地方，或者是被要求的地方。所以当中在这边讲到说，你听见，你看见，你听见，看见受苦，听见呼求。在我们生命里面也是一样，我们常常觉得上帝不在，但是这边讲到说，很清楚的讲到，这边提到说，上帝看见了，上帝听见了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在我们生命里面也是一样，上帝看见了我们生命的需要，看见了我们的苦难。上帝并不是不理我们，所以这边提到说，上帝看见了，听见了。所以这当中也是在回应我们，在当中上帝听见了你的呼喊，上帝看见了你的困难。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不是如此？我们常常要回到上帝面前来，让上帝来帮助我们。在这许多的软弱、痛苦、哀伤当中，上帝看见。你有没有来到上帝面前来呼求？这样的呼求，或许有人的状况需要一次就处理了，有可能要呼求一段时间。所以在我们生命里面，我们需要去经历上帝的能力，而在这样上帝的能力当中，也是我们不断的祷告，不断的祷告，不断的带到上帝面前来。许多时候，在这许多苦难当中，不尽然是因为你承受得住或你承受不住，而是在当中我们能够去承受什么，上帝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帮助我们。所以这边继续讲到说，你行神迹奇事，敌对埃及王，敌对他的官员和他国中的人民。所以在当中我们看到前面那10灾，或者是更多的在10灾之前那许多的事情，看到上帝在调整以色列人的生命，在调整埃及人的生命。当他们没有经历这10灾的时候，我们看到在这10灾当中，他们一直在反悔，一直在改变他们的决定。原本说好，但是又变不好，常常在这当中反复的过程。上帝知道这些，所以在这当中，我们看到用那10灾，也就是让埃及王一次又一次的去感受这些，去经历这些。而在这过程当中，那强度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大。各位弟兄姐妹，你的生命是不是也是如此？我们常常在经历一些事情的时候，我们都觉得无所谓，无所谓，我们常常觉得这样就过去了。但是有没有看到你的苦难，或者说你的试炼越来越强，那强度越来越强？而在当中回来看的时候，是因为我们的不顺服，我们不愿意，并不是愿意就这样子来顺服在上帝面前。面对很多事情的时候，都觉得我可以，我可以，我自己做，这都是我成就的，这是我完成的。然而在这样强度越来越强的过程当中，
是不是也才让我们的心才柔软下来？所以在这里面，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他们所遭遇的事情也是如此。其实他们可以单单的依靠上帝，这整个情势会非常的好。然而在很多事情当中，慢慢的人的心远离了上帝，慢慢的离开了上帝，越来越远，越来越远。当上帝要把人换回的时候，也必然是强度越来越强，越来越强，让我们能够回转归向他。所以在这里面，我们常觉得上帝不听我们祷告，上帝没有与我们在一起。但是我们忽略了，是我们一直选择离开上帝，一直不听上帝的声音，一直的抱怨埋怨。所以在这许多事情当中，也让我们去看见我们的生命该怎么样来调整。这边提到说，因你知道他们压迫你的子民，你由此得了至今能在的名声。当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，也会觉得好像第4句有点状况，有点问题。但是也是如此，在一些事情当中，让其他国度的人，让其他国家的人记得这个上帝做过了什么。有没有觉得在你的教会好像对这个社区没有什么样的影响？之前也听过有个教会他们停止聚会很久，当一个传道人去到那边的时候，大家很好奇，你来这边做什么？就觉得你来这边是要来探险的吗？还是要来挖我们种的东西？你来这边是在做什么的？大家很好奇，这传道人去那边做什么？而那个地方已经荒废了，它的建筑物几乎都不能用了，而荒废了很多年，旁边人会觉得哇，在那边很浪费，那他们也大大的在那边使用，可能在那边种菜、种花、种田，可能在那边停车，反正没有人管嘛。所以在当中有很多的教会都是如此，有些牧者去到那边的时候，大家会觉得，这边有教会吗？当你在问某某教会的时候，也会说啊，对，就是那一间天主堂啊，我们这边就是某个教会，有你讲那间教会吗？常会觉得没有那一间。但是当我们在当中一起敬拜，在当中活出美好的见证，在当中依靠上帝，当上帝的能力在当中彰显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上帝的名声也就这样传出去了。上帝不需要名声，但是也因着我们在当中降服上帝，愿意让上帝进到我们生命里面，我们生命的展现，我们生命当中上帝的大能的展现，也让许多人看见，因此也很多人也这样渴慕。而在当中，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他们所遇到的困难，上帝出手帮助他们，透过这10灾，透过那许多的事情，让当时的人看见了上帝的大能，所以在那当中有至今从那时候一直到现在的名声。这边讲到说，你为你的子民把海分开，领他们在干地上走过去。你的生命有没有经历这一些？有些人也去经历到，生命好像走到了尽头，前无路，后有追兵，好像怎么样也走不过去，好像怎么样也无法突破。而在这当中，我们看到摩西依靠上帝的大能，让海分开了，而这追兵继续追着他们，也跟着进到那干地当中。这边讲到说，你把追赶他们的人抛进深水中，好像把石头沉入怒海中。所以在这里面，我们看到他们也去经历这些，
红海分开了。所以在这里面，我们生命里面会不会也去经历到这些？好像我们生命走到了绝望，往前已经没有路了，走没有路，往后也没有退路，往前走也是死，往后也是死。当我们最喜欢看的是这种电影，在这样的状况当中，常常那个主角就往海里面一跳，之后得救了。但是真的每次都这样吗？我们不晓得。电影是这样演。然而这当中，我们看到上帝让他的子民不用这样冒险，只要依靠他，拿出上帝赐给摩西的权杖，向他祷告，向海一指，那个海就分开了，不用做太多的冒险。很多时候要往里面跳，要冒险；很多时候往前走，会陷入在那当中。人呢，很重要的不是那种冒险而已，而是愿意完全的交托在上帝的手中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当我们要来信主的时候，也是一样。你是要那种冒险跳到海里面的冒险，还是仰望上帝，他帮你开一条路？很多不是基督徒的，也跟很多基督徒一样，都会说一句话说：上帝关了你一扇门，必定为你开一扇窗。而在当中，我们看到上帝不竟然要帮你关一扇门，当你在需要的时候，他帮你开了一条路出来。这条路让许多人都能够走，让那几百万的以色列人就这样走了过去。他看见他子民的需要，让他们离开埃及，让他们走进这一条海里面分出来的道路。各位弟兄姐妹，你有这样渴望吗？渴望上帝的救赎，渴望上帝的大能彰显。有可能我们的生命就像以色列人的生命一样，到处哀嚎，在歌珊地也哀嚎，在离开埃及的路上也哀嚎，在旷野也哀嚎，到哪里都哀嚎。但是我们看到圣经里面常提到说，因着摩西的缘故，因着大卫的缘故，因着谁的缘故，所以上帝大大的赐恩。因着上帝自己的缘故，他来救赎他的子民，所以为他的子民把海分开，让他们在海分开的这块干地上行走。大家都会觉得怎么可能？当我们把水舀完之后，地还是湿的。但这边在讲到说，那个地是干的。最后，当他让海盖起来的时候，埃及追兵都沉在海里面。所以当中，我们看到今天的经文里面在数算这许多的恩典。当他们在旷野里面行走，当他们在赶路的时候，他们需要有保护，有光照，有恩典。所以在这里面看到的是，白天用云柱来引领他们，黑夜用火柱照亮他们的路。所以当中我们看到上帝就这样带领着他们，就这样保守着以色列人，让他们白天有云柱，夜晚有火柱。就像这段时间一样，当我们白天的时候看到有云，我们就觉得哇很好，没有到那么热。这段时间有没有感觉到天气都很热？
而我们这2、3个月天气的变化也非常大，也常常在一天当中可以去经历到，哇，超热的太阳，可能到30几度的阳光，但过了1、2个小时之后，却下大雨，那种雨下到都积水了。而在当中，我们看到，当白天我们在赶路要出去的时候，有云过来遮住了太阳，让这个地方是亮的，而且没有到那么热。我们感谢上帝。在夜晚的时候，乌漆嘛黑的时候，有火柱照亮他们的路，让他们能够去做该做的事情，或者是赶路，或者是在生活当中的一些需要的处理。就当中就看见了这特殊的景象，上帝与他们同在。这边也看到说，你从天上下降西奈山，对你的子民说话。当我们还记得在出埃及记这样当中，上帝对人说话的时候，人民吓得半死。而在当中，上帝透过摩西，透过他所拣选呼召的摩西，来对人民说话，颁布了10诫，带了许多的诫命来给以色列人。上帝亲自对他们说话，上帝也透过摩西来对以色列人说话，也让他们知道事情该怎么做，也让他们有个机会可以透过献祭回到上帝面前。而这样的献祭不是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，而是上帝有给你一套的流程来做。透过这样的流程，不是做一个形式，透过这样的流程，让这只牛、这头羊或鸟替代了你的罪。而在这个过程当中，也让我们真实的来到上帝面前来认罪，来赎罪。在当中也要求人们要守安息日为圣日，在每一周当中有一天来到上帝的面前来敬拜上帝。当然在这段时间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有许多的缺乏，肚子饿，口渴，所以当中我们看到，当他们缺乏水的时候，跟上帝求，上帝就给他们；当他们需要食物的时候，上帝就让天上降下玛拿，供应他们的需要。在这基本的需要之外，他们还想要吃油脂，想要吃肉，上帝赐给他们鹌鹑，让他们有肉吃。所以当中我们看到上帝的供应不只是最底线而已，最基础而已，也可以供应给他们更多更多。然而有时候我们看到上帝的供应不给他们那许多的想要的东西，但是还是会给，因为人就是这样子，不满足。当你在那当中的时候，有太多的优渥的生活的时候，你就不会想要再往前进。当你过得太好的时候，你就觉得我们在这边就好了。我们常常觉得这样不错，我们就停留在这边。就像上帝给他们在雅各的时候，在约瑟的时候进到迦南地，进到埃及，然后也用一些方式去住进了歌珊地。而在当中，当他们要离开埃及的时候，会觉得我们在歌珊地很好啊，真的是一个很肥沃的地方，真的是一个很棒的地方。所以在那当中，对他们来讲，他们并不想离开，并不想离开。即使离开了，还很想要再回去。即使做奴隶，他们也还想要回去。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我们看到我们常常遗忘了上帝要给我们的，甚至我们不稀罕上帝给我们的，
我们就觉得我们这样就很好了，哇，我这样的生活就很棒了，我不需要再那一些东西，我不需要再更多。其实那不是满足，那是安逸啊。而在这里面，我们看到他们饥饿，你从天上降下食物；他们口渴，你从磐石涌出水来。你许诺赐给他们的土地，你吩咐他们进去占领。所以供应人的需要，而且祝福给我们得地为业。所以当中我们常常看到，好像就像影片在播的一样，可以制造某个程度可以影印制造很多的食物。透过机器不用种这些稻米，就可以有很多食物了。而也很像我们以前在开玩笑的，拿个水龙头去插在墙壁，就有水出来了。而在当中，我们看到上帝赐福他们，让他们有从天降下来食物，有从磐石里面，磐石里面怎么可能会有水？但上帝就让水涌流了出来。而这块土地里面，就像约书亚他们12个人，约书亚跟迦勒他们12个人进到那块土地里面的时候，去那边勘察的时候，说：哇，那个地方人高马大了，他们东西都很肥沃，所以他们人高马大，我们怎么可能赢过他们？然而迦勒跟约书亚他们去看见了，哇，这是一个很棒的地方，上帝要赐给我们，这是一个很棒的地方。果然是流奶与蜜之地，所以上帝将这么美好的地方要赐给他的子民。所以其实当我们在读到这些的时候，我们就觉得很棒。但是当上帝跟你说我要赐这样的地方给你的时候，很多时候我们就跟以色列一样，就退回来说：我这样就好了，我这样就好了。所以当我们在回想这些的时候，当以色列在回想这些的时候，是不是有回来再看？就像后续第16节这边说：但是我们的祖先越来越骄傲，越来越顽固，不肯遵守你的诫命。当上帝将人给你的时候，给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又不会承接。我们常常就觉得我们这些人才是我们这个教会的人，那些人哇好，对，有很多分里外。你们要遵守我们的规定哦，我们的方式哦，你要照着我们的怎么样？我们常常用这样的方式，把人分为我们跟你们。当有新人来的时候，我们常常也是如此在对待，如此在看待。而当上帝有一些应许给我们的时候，就像以色列人一样，当上帝给他们那一个应许之地的时候，我们真的要去承受吗？我们常常在盘算我有多少钱，常常在计算这些，然后常常在说那真的是上帝给我们的吗？很少人有很诚实的说我不想要，很少人很诚实的说我不想要再奉献更多的钱。但是很多的人没有这样说，但是心里面是这样想。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，在许多的情况里面，是因为我们不愿意摆上，而不是没有上帝的应许，没有上帝的恩典。所以这边在讲到说，我们的祖先越来越骄傲，越来越顽固，不肯遵守你的诫命。这会不会是在讲你？会不会是在讲我？越来越骄傲，越来越顽固，所以不遵守上帝的诫命，不愿意领受上帝要赐给我们的。所以当中是不是我们要回来反省，甚至悔改，甚至认罪？这边继续提到说，他们不愿意顺从，忘记你所做的一切，他们遗忘了你所要行的神迹。所以在这许多事情当中，可以看见我们的生命是如何。他们遗忘了你所行的一切神迹，忘记了上帝过去为我们做的这许多事情。他们存心悖逆，选了领袖，要带他们重回埃及做奴隶。但是你是宽恕的上帝，
有恩典、怜悯，不轻易发怒，丰盛的慈爱，没有丢弃他们。所以在当中也看见了上帝持续的带领，持续的与这许多人同在，与以色列人同在。即使过去的人是这样子，上帝依然与他们同在，甚至他们在当中看不见，就要做了一个牛形的偶像，所以他们逼迫亚伦要去这样做。而这样偶像做出来的时候，还对着众人说：“你们看，这个就是带领你们出埃及的神，我们要来膜拜他，要来对他来献祭。”各位弟兄姐妹，在我们生命里面，是不是常常在经历这样的事情？所以当以色列人他们在回顾过去这些摆在祷告的时候，在数算这许多的恩典，而这样的过程当中，其实也在反省自己的罪。就像前面的经文在讲到了第9章前面经文在讲到说，他们来到上帝面前认罪，也认他们祖先的罪。所以在我们生命里面也是一样，当我们在回顾过去的生命的时候，不管自己的生命或者是家族的历史的时候，也会看见许多的事情，我们为这许多的事情来献上感谢与赞美，当然也为这许多的事情来摆上祷告，求上帝赦免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当我们回到这许多的经文或许多自己生命的故事的时候，我们也回到上帝面前来，求上帝赦免我们。当我们这样认罪的时候，也愿上帝大大的祝福在我们当中。各位弟兄姐妹，让我们有点时间回到今天的经文，来思想今天的经文，来看见上帝怎么样来带领你，带领你的家族。或许接下来有那美好的应许要临到我们，我们要怎么样来承接，怎么样来承受？我相信上帝对你、对你的家族、对我、对我们家族、我们家庭有那美好的恩典，对我们的教会有那美好的应许。但是我们要只看见前面的困难吗？要只沉溺于现在的享受吗？还是我们愿意付上代价，先来认罪，先来敬拜，愿意付上代价来领受上帝要给我们的那美好的恩典，以应许，让这样应许真实的发生在我们生命里面，在我们教会当中。让我们有点时间来默想上帝的话语。
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的生命景况你都知道，你看见，你也听见，而你也与我们同在。当我们生命的景况，你要带领我们来突破，来走出去。在这许多的状况当中，你要赐下这美好应许进到我们生命里面，要大大的赐福给我们，让我们生命满有主你的恩典，满有主你的慈爱。你的应许给我们，要让我们生命领受更大的恩典，要让我们的生命有更大的突破，要让我们生命里面有更大的恩典与祝福。但是在这过程当中，主也让我们能够因着主你的恩典去面对这许多的挑战。当我们该付出代价，也让我们能够付上代价。亲爱的主，我们要将这许多的事情都交在主你手中，将我们教会的发展，将我们的每一位同工，将我们这许多的事情，不论是培育课程，不论是幸福小组，都让我们更深的来领受与经验。再次的将今天的聚会仰望在主你面前，将我们所领受的陈列在你面前，恳求你悦纳我们所摆上的。献上我们祷告祈求，都奉靠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愿我们每一天都有一段时间来到主的面前，来领受上帝的恩典。愿上帝赐福你。